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日邀请专家学者来讨论台湾人口负成长的问题。有学者表示讲，当着疫情，而且明年阁是虎年，可能是无够16万人来出世。因也呼吁政府就要加强生育政策，若无是20年后，台湾会面对着人口不足、加结构老化的相定危机。华山文创园区有真侪家长带囡仔出来散步，望到袂少家庭囡仔拢干那生一个尔。因为也不希望说把全部的生活都是在小孩方面，因为自己还是有自己的人生。有人认为饲囝重质无重量，也有人对大环境要请养囡仔感觉压力真重。就是经济压力太大，就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关系吧。工时可能比较长吧，那我们是还有后援，那可能不见得每个年轻家庭都有后援。民众的想法反映伫数字顶悬。去年内政部公布台湾的出生的人口数只剩16万个，隔比死亡人数17万3较少，出现负成长。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22号举办座谈，有学者指出，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结婚的人少，明年过好年，人口数会更较少。今年情况不是很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去年的结婚量，去年比前年又足足少了12000多对，大概10%，这个是非常巨大的这个落差，所以今年生育量大概是16万的保卫战。每年的人口成长，拄到16万人，敢会使收条的关卡，安怎推测生育政策？学者表示，少子化伫这个阶段已经是国安问题，少年辈的观念改变是其中一个影响，政府的政策强度是另外一个。若无做改变，伫2024年了后，将会拄到人口数甲人口结构减少的危机。记者陈雅文、徐凯台北报道。